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。今集繼續係介紹一部喺衛斯理系列入面較早期嘅作品，書名叫《原子空間》。佢早過《支離人》同《不死藥》少少，開始喺明報連載，算係一個科幻歷險故事，充滿咗時空旅行、未來地球同外星文明嘅想象。我哋一齊跟住衛斯理同白素去冒險啦！故事由1964年春天開始，衛斯理喺機場等白素由加爾各答經東京返香港，點知架飛機突然失蹤咗，消息話飛機墜毀喺一個小島上。衛斯理同警官泰勒等人趕去現場，發現情況非常奇怪，飛機只剩翻後半截，前半截同所有乘客以及機組人員全部消失晒。飛機被切開嘅位置好齊整，冇燒過或者爆炸過嘅痕跡。後來其他人走晒，衛斯理自己一個人留低繼續調查。突然遇到兩個自稱來自2064年嘅未來人法拉齊同格納，跟住仲見埋佢哋嘅領航員格大鵬。原來係格大鵬用原子空間壓縮技術擄走咗飛機前半截同埋啲乘客，想逼佢哋幫手征服呢個世界。當中只有白素唔肯屈服，格大鵬想將衛斯理捉上飛船，衛斯理想反抗，但因為格大鵬裝備非常先進，所以衛斯理想還擊都冇用。格大鵬喺2064年係一個優秀嘅太空人，本來想研究太陽能量，但就被遣送咗去火星殖民。佢嘅太空船因宇宙震盪穿越翻咗嚟1964年，衛斯理被逼上咗架太空船。不過咁樣佢就見翻白素，跟住佢哋兩個竟然成功說服咗格大鵬放棄征服世界嘅諗法。正當太空船準備離開嘅時候，佢哋再次遇到宇宙震盪，迷失喺太空之中。然後太空船就撞到一個發光星體，佢哋5個人包括衛斯理、白素、格大鵬、法拉齊同格勒就一齊出去探索一下。佢哋發現呢個星體嘅表面係藍色冰層，仲有害嘅輻射。佢哋見到一個隆起嘅地方，大約20尺高。佢哋5個人正準備去呢個地方嘅時候，發現附近一個冰坑下有一個人凍死咗喺入面。跟住佢哋合力將呢個人拉咗出嚟。佢係一個30歲左右嘅男人，棕色頭髮，着住灰色嘅工作服，完全係一個地球人咁樣。然後佢哋發現大約1尺厚嘅冰層下面有一堆石塊，係用青石塊砌成半圓形嘅舊式墳墓。墓前有塊斷咗一半嘅石碑，上面刻住過公一魂，安寢於此。旁邊仲有細字寫住大清光緒24年孝子乜乜乜。呢啲字令大家震驚到極點。衛斯理同白素覺得係普通中國鄉間常見嘅墳墓，但對未來人嚟講，呢樣嘢出現喺呢個星球上，簡直係不可思議。佢哋用高頻率聲波震盪器震落冰層同石塊，確認墳墓冇被移動過嘅痕跡，係原本就喺度。格大鵬推測呢個星球就係未來嘅地球，地球可能發生過一個極大嘅核子爆炸，亦可能係太陽出咗事，令到地球脫離咗太陽系，變成孤零零一個星球漂流喺太空中，一切都被毀滅晒。呢座古墳同埋嗰個地球人因為某種幸運嘅原因而被保存落嚟。呢座墳墓證明咗佢哋係身處喺地球，但係唔知過咗幾多年後嘅未來地球。法拉齊同格勒驚到面都青埋，法拉齊甚至喊住咁問：咁月亮、星星、山脈、城市去晒邊？呢個發現令大家心情好差，又充滿疑問。地球點解變成咁？呢個凍死嘅地球人又係點嚟到呢度？突然間，嗰個以為死咗嘅地球人竟然復活咗。原來佢係來自2464年嘅地球人，個名叫迪安，係第7號天際軌道探測站嘅負責人。佢要用電子翻譯機先可以同其他人溝通。起初，迪安極度驚恐同不安，以為佢哋係外星人，將佢從地球擄走，所以好想逃走，甚至用高速飛行鞋捉走咗白素。但白素用耐心同善意嘅笑容令佢鎮定落嚟，先用手勢溝通，之後就透過傳譯機對話。佢哋後來知道而家身處嘅地方係2464年後嘅地球，而喺2464年嘅地球同太陽發生咗巨變，太陽表面出現咗巨大嘅黑斑，黑斑急速擴大，短短嘅時間之內掩蓋晒整個太陽。太陽表面溫度降到零下270度，加上引力嘅改變，令到地球同太陽系內嘅星體都脫離晒軌道，地球上出現極大混亂。
有人控制咗月球基地，又創出咗新嘅宗教；有人將所有嘅太空船升空逃難；有人發明殺人武器，建立咗小型嘅軍隊橫掃地球；又有人自相殘殺。人類嘅末日心態非常醜惡、可怕、自私、爭奪、絕望、獸性盡顯。迪安話：人本來係野獸進化而來，披上文明嘅外衣，獸性一直深藏，危機時就會發晒出嚟。善良嘅大多數人被極少數獸性強嘅人統治，之後反抗，又激發更多獸性，形成惡性循環。後來，迪安提供咗動力系統俾格大鵬，佢哋修理太空船之後，佢哋返上太空船就準備離開，等待下一次嘅宇宙震盪。途中，佢哋又見到另一個星體，扁長形，發出灰蒙蒙嘅光，表面有淡青色嘅空氣包圍住。太空船降落喺一個巨大發光晶體嘅廣場，突然每個人都感覺到好似有人分別向佢哋講嘢咁，但又見唔到有人。其實係有人直接用緊腦電波同佢哋溝通。呢度係永恆星，永恆星人已經高度進化到只剩低腦電波，完全冇肉體。佢哋好歡迎衛斯理佢哋，話佢哋係第一批訪客。永恆星人俾佢哋睇進化過程嘅模型，由76億年前開始，每隔5億年一個模型。最初係複雜嘅生物，之後身體逐步簡化，最後只剩腦神經中樞，靠腦電波存在同指揮所有嘢，而且仲成功將佢哋嘅星球推出銀河系邊緣，成為咗永恆咁樣存在。佢哋可以以無線電波嘅速度自由來往，但佢哋亦都擔心太懶嘅話，最終會連腦電波都退化埋。大家又吃驚又感慨咁諗，進化極致到只剩腦電波，冇肉身，冇色相，冇吃喝，生活仲有乜樂趣？白素問佢哋對於宇宙震盪知道幾多，希望可以幫到佢哋離開困境。可惜永恆星人都唔太清楚，所以都幫唔到佢哋。最後飛船再遇到宇宙震盪，就咁啱返去1964年嘅地球，果然係有主角光環。衛斯理同白素返到屋企，發覺地球只過咗幾日，佢哋一直喺太空時就覺得歷險咗好耐。至於其他未來人，就繼續喺太空流浪，繼續尋找屬於佢哋自己嘅時代。故事就完咗啦。原子空間呢個故事同我之前介紹過嘅衛斯理作品都幾唔同，呢個都幾純粹嘅科幻太空歷險故事。其實都唔單止係太空歷險，仲係時空歷險。呢方面又好佩服倪匡先生前衛嘅思想。我相信喺1960幾年嘅時候，應該冇乜人會將太空同時間旅行放埋一齊。但今時今日就唔同晒，大家講緊嘅係維度嘅跳躍，就好似之前有一套我非常中意嘅電影《Interstellar》星際啟示錄，呢套戲我都好想遲少少開一集同大家講下。佢入邊都有講到男主角 Cooper 喺太空歷險之後，最後經過黑洞去咗另一個空間，見翻以前間屋、以前嘅自己同埋佢個女。個概念好複雜，但倪匡先生喺幾十年前就已經講咗出嚟。有一次覺得佢真係好勁，我成日懷疑佢寫小說嘅時候，其實係同宇宙連接咗，係 channeling 緊。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再講下呢個話題，繼續分析埋本小說。喺原著嘅序言入面，倪匡先生提到自己最滿意嗰段係2464年地球末日時候人類心態嘅描寫，寫得深刻又震撼。迪安部分透過一個普通科學家嘅視角，赤裸裸展示遇到危機嘅時候人性嘅醜惡同獸性嘅復甦，令人反思文明外衣下嘅本質。而古墳部分就用一座極普通嘅清朝墳墓，強烈對比咗未來地球嘅荒涼，震撼力極強。之後同永恆星人嘅對話就將哲學思考推到高峰。科技同進化極限係乜？只剩低腦電波嘅永恆生活，係咪真係解脫？係咪即係佛家講嘅涅槃？2464年嗰段其實又再次一貫咗倪匡先生嘅寫作風格。佢好中意利用故事帶出人性醜惡嘅本質，等大家去反思一下自己嘅行為。呢一點喺好多衛斯理小說入面，我哋都可以見得到。另外呢個故事同另一個故事《天外金球》其實係交錯咁發生。原子空間出版之後就到《天外金球》，喺呢度我就預告定我哋下一集就會講埋《天外金球》呢本書，大家唔好錯過啦。
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，請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多謝收聽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